多謝大家使用西門子嘅電器。依家就同大家介紹翻西門子嘅嵌入式微波焗爐，究竟點樣使用同埋點樣保養啦。咁我哋睇睇啲配件先。咁有3個嘅，第一個咧就高身烤架，燒烤功能嘅時候適用嘅。第二個咧就係矮身嘅烤架，咁你用微波功能嘅時候咧就適用嘅。咁第3個就係轉盤啦，你可以放啲食物上去個轉盤度啦，例如好似披薩呢啲咁都得嘅。以下落嚟咧就會介紹主要嘅烹調程序嘅。第一個咧就係微波功能啦，咁總共會有5個功率咧俾大家選擇嘅，90至到900瓦。另外亦都可以用右手邊嘅擰鈕掣去調整烹調嘅時間，最尾撳開始就可以進行烹調噶啦。第二個咧就係熱風功能，咁基本上大部分嘅食物都係用熱風去烹調嘅。大家亦都可以用右手邊嘅擰鈕掣去調整溫度同埋時間嘅。選擇咗之後咧，我哋撳開始掣就會開始烹調噶啦。熱風功能亦都可以添加微波做輔助，加快個煮食時間噶。第3個咧就係熱風燒烤功能，除咗用熱風幫你加熱食物之外咧，上邊第一步發熱先，亦都會同時加熱，做到一個表面金黃焦香嘅效果嘅。同時亦都可以加微波，縮短個烹調時間。第4個咧就係薄餅烘烤模式，特別適合咧去焗製一啲薄餅類嘅食材嘅，亦都可以添加微波做輔助，加快個烹調時間。第5個就係純燒烤嘅功能，佢總共會有3個程度俾大家選擇嘅，3咧就最熱，1咧就最唔熱嘅。亦都可以添加微波輔助去縮短個烹調時間㗎。而 P 呢個圖示咧就代表有15種自動烹調程式儲存咗喺個機裡面嘅。大家亦都可以用呢個擰鈕掣咧去選擇程式，然之後咧再用個 KG 掣去輸入翻個重量俾呢個程式，最後撳 Start 掣就可以開始烹調噶啦。最後半月形燈去翻12點鐘為止就真係熄機啦。咁依家咧就會講解埋一啲附加功能嘅。咁第一個咧就係微波功率啦，微波功率咧可以調節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喺某啲加熱模式做輔助㗎。選擇好模式之後咧，撳個時鐘符號咧就可以調整你嘅烹調時間㗎啦。亦都係用右手邊個擰鈕掣去增加或者減少嘅時間。焗爐亦都配有快速加熱功能。只需要選擇咗模式之後，撳一撳呢個符號，咁佢就會快啲咧去到你預設嘅時間㗎啦。唔用嘅時候，大家亦都可以開佢嘅面板安全鎖，撳實呢個鎖匙符號，大概4秒鐘左右，佢就會鎖住咗個控制面板，咁就可以確保到安全啦。解鎖好簡單嘅啫，同樣又係撳翻4秒鐘，咁個鎖匙燈冇咗嘅時候咧，咁就代表解咗鎖㗎。轉盤清潔完之後，記得安裝翻一個正確嘅位置啊，對應翻爐嘅壓位，安裝好，然之後扭一扭佢，確保佢係一個水平位置嘅。最後一啲注意事項啦，打開爐門嘅時候咧，記得要小心爐溫喎。使用後咧，請抹乾爐腔，並打開爐門咧，散走殘餘嘅濕氣。用微波功能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擺放金屬嘅用品啊。最後唔好使用有研磨性嘅清潔用品。再一次多謝大家使用西門子嘅電器。